咱伫这个礼拜中刷落来要吟唱的诗歌《圣诗》第258首。今仔日是咱教会的首长中职就任伫礼拜中。 我嘛要邀请咱大家咧吟唱的时阵，特别亲像这条歌的后壁咱所讲的，请咱做伙来为教会祈祷，求上帝兴旺伊的教会，互咱的教会真正成做上帝祝福的所在。来，第一节就好，来。 请咱做声感谢上帝。 天堂人民高万岁，圣家降世，设立社会，只愿求人赦免罪，上帝恩典极大无比，耶稣为咱来受死，咱若可以。 就拢免惊，教会阮当为他赢。所以我要邀请咱嘛透过台湾圣公会的祈祷文，咱做伙来祈祷。咱下骹吼258B，即摆是爱有摕圣诗的人较知影吼。伫圣诗即本拿小的圣诗258，咱的圣诗内底。 这本新编出来的圣诗有一个真重要的特色，就是后壁有一寡启应甲祈祷。这启应甲祈祷，侪所在拢是引用侪无共款宗派，总是做伙的祈祷的祈祷文。所以若无要紧，咱做伙有的人用听的就好，有的人用读的。 咱做伙来用这个为教会，这是台湾圣公会的祈祷文，咱做伙来为教会祈祷，做伙来祈祷。慈悲的天父，阮为主圣共同的教会谦卑恳求，互教会充满真理甲和平。既若有腐化的所在，求主革新；既若有错误的所在， 求主纠正，既若有过失的所在，求主改善；既若有正义的代志，求主加强；既若有欠缺的所在，求主补足；既若有分裂的所在，求主联合。这拢是我靠主的圣囝，阮的救主耶稣基督。阿门。 来吟第3节吼，来吟这条歌的第3节，来预备来。我本主的天顶圣所，甘愿感谢受艰苦，真求人民看你是罪，因带情人入圣会。 诚心蜜意，保护照顾，咱人好，大家天路，地主脚步，盼伊来行，教会阮当治天下。咱搁来献开圣诗第444首。 这条歌会用伫咱就任的时阵，咱透过吟这首歌，咱求上帝帮咱，伊互咱每一个人吊命，呼召咱对伊来行，咱做伙来吟来伊。主你
了灭河点，清澈灯光出席听你，叫你的话来我来是明别，你最万物主宰，大义去顾我心。为的博得是山。第二节做伙来，世俗愿为基地表面当当坎坷高洁，世就阿爹要乱心的遐心，无那改变情景。能加亚瑟为他修补抗议心灵，主呼召咱每一个人，因为安尼，咱也透过今仔日下礼拜，咱要见证主呼召的人，伫伊圣会内底。所要担当的性质，求上帝甲咱做伙伫地，帮咱扶持，互咱无未记即伊呼召的快乐甲稳定。请咱备办咱的心，来备办早起时的敬拜。各位兄弟，大家平安。新正年头，咱三个来敬拜上帝，请走个。来啊！咱来鞠躬敬拜伊，咱来敬拜创造咱的上主，因为伊是咱的上帝，咱是伊牧养的羊群，是伊照顾的子民。今仔日，恁应该着听伊的话。三甲的吟诗圣诗258首，圣诗258首，请咱做声感谢上帝。
请起立，咱来吟选手。咱最下感谢上帝，听他人民高万岁，圣经讲说，设立圣会，是阮救了下面者，上帝恩典极大无比，耶稣为咱来受死。咱若可以就拢免惊，教会阮当为靠仰。上帝圣会遍满天下，原本咱人是一家。欢喜今日耶稣圣会，甲被上帝三交杯，上帝圣会无论落游，我可记到主的救。富贵并济，无分彼此，天下只有一个主。原本主点天顶圣所，甘愿降世受艰苦，请求人类看你是罪。因带情人入圣水，诚心蜜意保护照顾，咱然好大家天路，地主脚步盼伊来行，教会稳当日天下。请咱有人徛咧。咱要用四道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基督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定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三国来启应，启应文42篇。启应文42篇，也是以赛亚11章。现着我来启，亚细来印。亚细老树头为布衣，上主的神要甲伊同在，计划甲勇气的神，敬畏上主是伊的欢喜，伊袂照目睭所看来审判，伊要用公义维护善车人，伊要用裁决做棍讲迫害者，伊要用公义治理。豺狼甲绵羊会做伙大，牛仔囝甲狮会斗阵食，牛母甲熊会做伙食草，狮会亲像牛食草，食奶的婴仔会伫蛇的空口佚佗，伫我圣山的逐所在，
因为对上主的人物会普及全地。这是请咱大家同心来祈祷。创造万物的主宰，阮感谢你，带阮搁一遍来到你施恩宝座前，求主互阮通开声学乐，求你的神来感动阮，互阮看见你极大的疼痛。因为你的引带，阮通用充满仰望的心情来迎接2023新的一年的开始。求你赏赐平安的神，帮助阮孝顺上主的恩典，继续伫这个充满挑战甲风险的大环境中，赏赐阮上有力的保护甲帮助，互阮安然度过波浪困境的经验，通成做阮坚强向前的力量。自被天父伫过去这一礼拜中，阮的行踏设施有得罪你的，阮要搁一摆伫你面前悔改认罪，恳求主怜悯的恩典撤销阮的过失，赦免阮的罪过，搁互阮看起家己的无够野，愿意用谦卑的心甲你来同行。亲爱的主，伫新的一年，阮要定心立志，要用困读圣经、同心祈祷、勤奋自会、谦卑受造就、委身事工来回应主的呼召。恳求你，互信靠你的人，通搁较老练，搬过阻碍阮的困境，阮就要发现上主的信息偌呢广阔关深，要互软弱的变刚强，得到你为阮备办的产业。这时，阮也要为教会软弱的肢体来祈祷，恳求你医治安慰的圣手临到，软心倒退的，恳求你加添信心，火热因的心；出外当兵的，主保守因平安。但阮阁要为对你的奴仆吴牧师领受你的教示，恳求圣神临到阮的中间，拄起魔鬼撒旦的交叉，通过吴牧师的喙开拓你的道理，成做阮的帮助。感恩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免。再来看圣上帝的话，记载伫路加福音19章。11节，咱要看为11节读到27节。和本记载伫111页，现代的译本伫182页。现着我来读。众人咧听这个话的时，耶稣搁甲因讲一个譬喻，因为伊得要到耶路撒冷，搁遐个人想讲上帝国南边会实现。所以耶稣甲因讲，有一个贵族去真远的所在，要受封做王，才转来。伊调集10个仆人来，互因10个金佩，一人一个，甲因讲：我转来以前，恁用这个金佩去做生意。本国的人民怨恨伊，找一个使者缀伊的后面去，对皇帝奏讲。阮无爱即个人做阮的王。即个贵族受封做王转来的时，叫遐个领着钱的仆人来，爱知因逐个人趁偌济。头一个来，伊的面前讲：主啊，我有用你迄个金佩趁10个。主人对甲伊讲：真好，好的仆人，你既然伫小事忠实。我要互你有权管理10个城。第二个来讲，主啊，我有用你迄个金佩趁5个。主人嘛安尼甲即个人讲，我要互你管理5个城。佮另外一个来讲，主啊，你看你的金佩伫遮，我用手巾甲伊包起来藏。我真惊你，因为你是一个严苛的人。无价
你嘛要领；无种，你嘛要收。主人甲伊讲：你这个可恶的仆人，我要照你家己所讲的，甲你定罪。你既然知我是严苛的人，无价嘛要领，无种嘛要收。你若无将我的钱寄伫银行，等我转来时，通领无钱加利息。主人就甲徛伫边的人讲，甲伊的金皮摕来，交互迄个有10个金皮的。因就对伊讲：主啊，伊已经有10个金皮啦。主人讲：我甲恁讲，已经有诶，要搁较侪互伊；无诶，连伊所有诶嘛要甲伊抢起来。毋过遐会对着我，无爱我做因诶王诶，甲因拖来遮，伫我诶面前甲伊杀死。圣经读到遮，即是要请圣歌队来赞美，要吟诶诗是祝福救主。
这是请牧师来正道，今仔要分享的主题：耶稣做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新年恭喜！毋知台湾其实真特别的是，毋知对什么时阵开始，台湾人咧过新年，改成新历年，敢若比旧历年较闹热。毋知对什么时阵开始，台湾哪来哪亲像全世界，其实全世界拢是。这个新历年比旧历年较闹热，因为是全世界做伙庆祝，所以咱大概即几冬，咱拢会当发现，真侪人拢会透暝去过迄个暗会，各县市长嘛拢会安尼。所以请问，昨昏有倒数19、8、7，就是迄阵你还袂困啦吼，你迄阵还袂倒伫眠床，还袂困，做甲即个全台湾的人，真侪人啦吼，真侪人做伙倒数的人，请举手我看觅。好，等下举手这个人坐伫伊边仔的人爱来看的，伊若困去吼，你若摇醒哈，伊若困去，你若摇醒。所以愿上帝赏赐互咱，会当有伊伫新年度完全的祝福。所以我要邀请你边仔的人讲新年恭喜。愿你今年平安。咱做伙来祈祷，求上帝帮助阮，互阮伫新的年度内底，日日拢有上帝你特别的快乐甲祝福。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以赛亚伫伊真出名的预言内底，伊安尼宣告，咱有可能会时常读到这段经节。以赛亚书第52章第7节，以赛亚是安尼讲：帮我放下一页，对，帮我再放下一页，再放下一页，谢谢。好，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以赛亚书第52章第7节，做伙来读来。搬山过岭地宣告和平。传好消息的使者，因的脚迹偌年啊水，因宣告拯救，对锡安讲：你的上帝做王统治啦。这叫做第一个福音。亲爱兄弟姊妹，这叫做福音，福音叫啥？福音叫做好消息对无？好消息对倒来就是这。迄个传好消息的人。去人报传第一个福音叫做啥？叫做你的上帝，咱的上帝做王啊！所以先知咧对咱讲宣告这项代志，一个传福音的人有福气啊！因为咱报互上帝百姓的好消息，叫做你的上帝做王啊！换一句话来讲，对迄时阵的人。什么会叫做好消息？就是推翻这个现在有的暴政，然后全世界宣扬上帝就是统管万国的王。总是当先知咧讲起描述迄个要来的王，却是一个真特别的款式，叫做受苦的奴仆。因为刷落去以赛亚书第53章，先知就安尼对咱讲，咱做伙来读53章的第1节到第4节，做伙来读来。咱所听到的，啥人会相信？上主的快乐捌对啥人显示？伊确实承担咱的病痛，担当咱的苦难。咱想讲伊受责罚。互上帝拍，受苦楚。换一句话来讲，先知咧讲，什么人想会到啊？这边来的王，既然是一个受苦的奴仆，什么人想会到？既然这个受苦的奴仆是上帝所要使用伊的手骨，
以赛亚书第40章到55章，拢咧对咱讲，这个受苦的奴仆，互上帝所使用，伊成做上帝百姓的代表，伊透过顺服甲受苦，要带来上帝的国度。然后这项代志，只有上帝家己才会当负担，因为安尼，上帝做王。出名福音派伦敦的主教大主教赖特牧师，这位神学家安尼讲：上帝做王，其实就是福音书所有的作者做伙所讲的奥秘。伫福音书内底，这个福音书的作者拢咧讲，迄个上大的奥秘，就是耶稣要来做王啊！总是上帝做王这个代志，也是旧约上主要的核心。我想，在座大部分的人拢知影，有权甲有关系了后，刷落来所带来的利益。对古早开始到现在，就吸引侪人，亲像野仔共款，看到光就飞去。拄结束的台湾选举，事实上爱付上真悬的代价，才会当摕到候选人的资格。这只是摕到候选人的资格尔。然后呢，阁无不管伫中间开的时间、精力甲金钱，伫咱中间，咱拢伫这个咱讲民主制度的游戏内底，总是这阁算好，因为目前台湾实施的民主制度内底，至少无看到会。伫过去，人若想要摕到权，坐上王位，差不多拢爱靠暴力，用侪人的血甲性命所换。就亲像唐朝的诗人赵松的诗安尼讲，伊讲平君莫为封侯事，一将功成万国枯。唔通摕这个成就，因为诗人对咱讲，唔通讲你外交，你想要做王、做诸侯，唔通想这。因为咱爱知影，做王、做诸侯，爱开侪人性命的代价，甚至是家己性命的代价。一个领袖需要分配资源做判断，所以一个领袖伫现在社会内底，嘛时常互人讲到，这个领袖跟咱领仔共款，上乌的所在。迄个衫啊，上乌的所在就是领。所以，一个领袖也是有关系的人，通常会牵涉到金钱或是腐败的代志。伫日本时代，台湾社会就流传一句话，讲到第一讲种甘蔗互火车帮，第二讲食粉吹风，第三讲选举运动。这个拢反映当时台湾的人民受日本殖民统治的压迫甲剥削。恁这个人少想讲要甲人选举，恁这个人少想讲去到遐会互人公平对待，亲像戆仔共款。所以这句话其实拄咧反映迄个时代，迄个有关系的人所掌握的恶。因为安尼，当神学家有人提出一种看法，讲福音书的作者就是主张耶稣做王了后，就时常互人拍枪。有人讲，教会唔通讲政治，或是有人讲，敢讲福音就是主张神权独裁统治吗？
答案应该是是，或是毋是？当主耶稣咧教咱基督安尼讲，愿你施行主权，愿你的旨意实现，伫地上亲像伫天顶。这是马太福音第6章第10节。其实咱伫主祷文时常咧祈祷，愿你的旨意伫遮伫地，亲像伫天。咱也时常用这个是早前的台语译本。当咱祈祷到即句的时阵，亲爱兄弟姊妹，我要甲大家讲，所有认真祈祷的人，满肚拼命的，就是咱爱意识到，当咱安尼祈祷的时，做基督徒的咱，满肚拼命爱面对两个角度的挑战加诱。路加福音第2章第1开始就安尼讲，该撒奥古斯都都下令为着抽税，所以全国的人民拢爱转去家己的故乡登记户口。这就是约瑟甲玛利亚，咱拄拄过去的圣诞节所讲的故事。这是约瑟甲玛利亚是安那会转去因的故乡，伫伯利恒来生囝的原因。所以抽税，互人抽税，就是报户口，拢有一个真要紧的意义。这个意义就是，我只是互你管，安尼尔，对吧？我只是互你管。所以当时的历史学家 Joseph， 伊安尼描述，伊讲罗马政府下命令规定了后，这种大规模的户口调查就引起各地侪地方的人的抗议甲革命，特别是犹太这个所在，然后因就拄到真残忍的死刑，顶十字架。虽然这个问题直到今仔日，咱正做基督徒，不管咱生活伫台湾、伫香港、伫中国、伫美国，或是加拿大，咱拢需要面对这个问题。请问，什么人是咱性命的主？然后我要哪了解上帝指示的心意，因为愿你的旨意伫遮嘛，对无？咱是安尼祈祷对无？主祷文是安尼祈祷，愿你的旨意伫遮。安尼，我要哪了解上帝的心意？然后上尾一项叫做，我要哪伫我的生活内底来实行出上帝的旨意。这个应该就是主耶稣要入带学生要入耶路撒冷进前，伊讲这个譬如主要的原因。咱做伙来读路加福音19章11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众人在听这个话时，耶稣阁甲因讲一个譬如，因为伊得要到耶路撒冷。搁遐个人想讲上帝国两边要会实现，现代中译本是安尼翻译讲，耶稣已经要到耶路撒冷，因掠做上帝主权就要实行。主耶稣的身躯边对伊，特别是那瓦郡耶路撒冷进前。真侪人就一直对主耶稣有错误的期待，特别主耶稣的门徒更较是安尼。因掠做主耶稣来到耶路撒冷，迄就呢跟那亲像大鼻王共款，要用刷落来，要用武力，因为因当时无别的想象。因掠做只有暴力这项代志。才会当推翻政府，因当时无别个想象，只有这项代志尔。所以因掠做主耶稣来，特别要进入耶路撒冷，其实就亲像王要入耶路撒冷共款。
路加福音19章12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做伙来读来。所以耶稣甲因讲，有一个贵族去真远的所在，要受封做王，才回来。希律阿基洛，这就是咱这段的标题。希律阿基洛，伫伊的老爸大希律王过身了后，伊就去到罗马。伊去罗马的目的，就是毋望罗马的该撒会当互伊成做大希律王国的继承人。就亲像咱今仔所读到安尼，路加福音19章14节，咱读到这段主耶稣所讲譬如的描述，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本国的人民万分伊，找一个使者缀伊的后面去，对皇帝照讲：阮无爱这个人做阮的王。咱来知影阿基勒古早就真歹名声，伫犹大地，伫伊所管的所在真歹名声，所以当时上时犹太人就组一个50人的代表团，去到罗马去向该撒当时皇帝该撒抗议，直到上尾，该撒册封阿基勒的所在只是犹大地甲撒加利亚尔。换一句话来讲，对迄时开始，大希律王的王国就分做4地，由4个人来掌管。对迄个时阵开始，路加福音19章27节，咱读到上尾的这段经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毋过，遐个对着我无爱我做因的王的，甲因拖来遮，伫我的面前，甲因杀死。咱来知影阿基勒上台做王了，伊虽然无做全部的王，总是伊嘛是做犹大地甲撒加利亚的王。伊上台了后，个人展开报复的手段，然后伊残忍统治。伊甚至是将这个人拢抓来杀，所以不得民心，直到伊统治的时间真短。伫主后6年的时阵，伊就互皇帝罗马皇帝来换落来。对迄时开始，犹大地就成做罗马帝国的犹太行省、犹太一省，由罗马帝国直接指派官员来统治。随上彼拉多就是安尼来。所以，咱今仔读到彼拉多，咱来知影这段历史。其实本来拢是希律甲希律的囝统治的，总是后来就被替换。换一句话来讲，真侪人咧主张，虽上真侪神学家，大部分神学家到现在，大部分神学家都认为，主耶稣其实是用当时正人所在的一个真正的事件。这拄拄发生无偌久尔，真正的事件放入这个譬如你来教示。伫正人掠做主耶稣入耶路撒冷，是要掌权做王的迄时，主耶稣要问讲：那安尼，伊若是王，那安尼伊是亲像即种阿基勒即种王吗？咱来知影，将反对家己的人拢掠来台，这就是古早这个君王得到权势、坐位了后时常看见的现象。主耶稣透过希律家族的历史，甲家己所宣扬的，伫遮要做一个对比。主耶稣要对咱讲，伊就是先知所有过。有言
迄位被弃绝受苦的王，真歹互人相信甲了解，总是伊就是。因为安尼，伊嘛透过这个譬如，要问伫即条路认，所有军队伊到遮的人，伊要问讲：你敢知影你所军队王是啥物款的人？你若知影，你要继续军队伊吗？你敢知影你爱付偌济代价？路加福音19章13节，刷落去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伊调集10个仆人来，互因10个金币，一人一个，甲因讲：我转来以前，恁用这个金币去做生理。路加福音19章13节，这个也未做王的贵族，叫10个奴仆来，互因一人。有人讲，当然用这个金币，可能搁较显出伊的贵重。迄古早翻译是一人一个囡仔，因为这个囡仔价值差不多，在当时一个人做工一档的工资，差不多，所以迄个价真有价值。然后伊转来了后，伊做王转来了后，叫遐个仆人来。路加福音19章16、19、17节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头一个来伊的面前讲：主啊，我有用你遐个金币趁10个。主人甲伊讲：真好，好的仆人，你既然伫小事忠实，我要互你有权管理10个城。根据现代学者对耶稣时代的理解，当时有一寡人，伊虽然有得到自由，总是伊犹原甘愿做奴仆、做仆人，因为因认为安尼比伊家己出离自由来谋生更较好。这群人伫当时的社会有真大的影响力，因为因认为虽然做奴仆，总是我的主人有权有势，帮忙安尼整理家务，嘛比一个送乡的自由人更较好。这就亲像这个奴仆同款，这个奴仆嘛有可能因已经取到迄个自由人的身份，所以这个奴仆用一个趁10倍，主人就看伊遮厚，就予伊更较大的权柄。管10个城。第二个奴仆趁5倍，主人予伊去管5个城。路加福音19章20节到21节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搁另外一个来讲，主啊，你看你的金币伫遮，我用手巾甲伊包起来放，我真惊你，因为你是一位严苛的人，无价你嘛要领，无证你嘛要收。伯克这位神学学者指出，这人无赢面啊！伊安尼讲无赢面，因为伊一个讲这话，就亲像主人后壁会用伊的话来审判伊共款。伊讲这话其实无赢面。伊讲伯克讲，伊若对主人的评估是正确的，那安尼伊应该。伊无趁到，嘛爱做一寡代志来互主人欢喜，因为伊是严苛的人嘛。总是伊若评估错误，伊的行为嘛侮辱主人，因为伊直接指出主人是严苛的，所以已经侮辱主人啊。上时伊嘛无照伊的话去做。主人爱仆人去做生理，这人无去行，佮指出主人伊真严苛，所以这个奴仆真正是愚妄佮笨蛋。因为安尼，咱读到
路加福音19章20到23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主人甲伊讲：你这个可恶的仆人，我要照你家己所讲的，甲你定罪。你既然知我是严苛的人，无咸嘛要领，无种嘛要收，你哪会无将我的钱寄伫银行？当我转来时，通领母钱甲利息。主人，直接承认呢，伊是严苛的人。伫伊还未宣布尚未判定的时阵，事实上伊嘛表明，这个仆人有其他的选择，会当放伫银行。咱来知当时并无现代定义的银行，不过犹太人真早就发展出伫乡里内底的借出加提利息的这种的机制，所以犹太人其实是熬做生意的一群人。所以这个主人是讲你太无放伫遐，互人借去，至少我转来时，佫会当领到利息咧。主人安尼讲，所以刷落来安尼讲，路加福音19章26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主人就甲徛伫边仔的人讲，甲伊的金币摕来，交互迄个有10个金币的。伊就甲伊讲，主啊，伊已经有10个金币啊。这就是即家的赏罚、奖赏加执法的制度。路加福音19章26节，刷落去上尾，咱读到这段经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主人讲，我甲恁讲，已经有诶，要搁较侪互伊，无诶，连伊所有诶嘛甲伊抢起来。真侪人指出，耶稣这段话其实这叫做资本主义的游戏规则。不过，伫遮咱无要搁较侪的延伸解说。总是亲爱兄弟姊妹，透过主耶稣透过讲这个譬如，耶稣要对咱讲啥？伊要对咱讲，真做咱也真做伊的奴仆，应该忠实来运用主所予咱的资源。主予咱有遐个资源的目的，就是爱咱去做一上帝国的生意，对吧？伊爱咱去做生意对吧？所以这叫做伊予咱的，咱爱予遮个去做一上帝国的生意。要得到上帝国，无的确需要偌厉害、真高明的投资手段。就亲像电视咧广告共款，你来课我听明白就对啊。毋是，要做上帝国的生意，只是需要一粒愿意互人的心，安尼就好。要做成这个，爱做这项代志，愿意互人的心，上无应该的。是将咱上帝所予咱的，就包伫手巾仔内底来藏地，也是带入土林来藏地。主耶稣就亲像迄位贵族，得要离开带王的官兵转来，所以拒绝伊官兵，无将伊吩咐当一回事的人爱真细致。伊过来时，要施行的审判，咱爱真注意。伫这段旅程内底，主耶稣一路甲罪人、谋士、法利赛人、送香人、甲妇人、无看见的人、甲受鬼所掠掉的人、囡仔、外邦人。甲富人人，主耶稣伫这条路里，甲逐款的人来拄着。主耶稣伫内底启示展现出上帝对这世间的心意，
亲爱的兄弟姊妹，这就是伊交付咱生命内底的这个囡仔。假使咱若是伊的门徒，就需要重视伊所教示的，去甲咱生命中侪人来相拄着，去到遐个需要上帝怜悯稳定的人身躯边，带来拯救甲毋望。当咱愿意冒险，踏出咱安全的所在，用听去陪证，伫咱所伫地所在，诚做主听的见证者的时，咱做这代志需要勇气，总是相信咱必然会得到报偿。随上这个譬如嘛，靠条伫下面刷落去，主耶稣入耶路撒冷的故事。主耶稣已经来到耶路撒冷城，王转来，总是伊用什么身份转来？伊用一个平凡的人的身份转来。伊身躯边并无军队，伊用和平来入城。伫这个行来的一路人，人无死伤，上是人领受到上帝完全的怜悯甲稳定。所以主耶稣伫这条路人所成就的，拄拄是伊对这条路开始传道的开始，一开始的宣言。伊安那宣言？路加福音第4章18、19、19节，主耶稣伫这条路传道的一开始，迄个宣言是安尼讲的。伊即个以赛亚书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主的神临到我，因为伊用油抹我，互我传好消息，互善请人。伊差派我宣布，受领的得到解救。无看见的，搁看见；受压迫的得到自由，宣布主恩惠的年。人有欢迎这款的王无？对初代基督徒开始，因相信对主耶稣受死甲搁活，上帝国度确实伫咱所伫地的这个地上掌权。就是无亲像咱所想象，总是这个毋望已经实现。然后伫人类一代一代的历史内底，伊拢定心被人互人定义，总是主耶稣做王，确实已经伫伊甲咱同徛起的圣殿内底，确实已经伫伊甲咱同徛起的躯体内底。开创一个新的国度，伊要赢过历史上所有猖狂、横扫一切，只知影用暴力来征服的王国。毋是透过更较厉害的武器，现代有足侪厉害咱想象袂到的武器，毋是，是透过一股完全无共款的气力。奈特安尼讲。耶稣的故事就是互上帝更新的百姓重新开始的故事。这个故事包括第一批的门徒，因对上帝无了解，对主无了解，失败背逆，直到主耶稣叫我彻底冲击因的世界。圣神赐开力，通互因用新的方式。去学习顺服，真歹想象，咱拢真歹想象。实际上，这样代志，基督徒一定要会记住，受苦甲死亡，是不是？既然就是造成上帝国度的方式甲规律。因为主耶稣安尼教示咱讲，路加福音14章27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无业家己的是不假，
来对我的，袂当做我的门徒。亲爱兄弟姊妹，这就是咱的祈祷上尾。咱讲，咱拢时常祈祷讲，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对无？这就是咱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的原因，因为伊就是掌管咱的性命，伊是咱性命的王。因为咱相信伊已经做王，掌管咱的性命，正做伊的百姓，主人有责任，互咱所伫地所在，正做以马内利，伊甲咱伫地的祝福甲稳定，做伙来祈祷。求主帮助阮，互阮知影，阮确信你已经伫阮中间做王。求上帝掌管，帮咱，互阮闭开目睭，嘛通看见你甲阮做伙伫地的快乐甲阳光。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为天掉的欢心，这是咱要来透过这首圣诗，吟唱这首圣诗的过程，咱要来就任。今仔日是咱教会的就任，伫礼拜中要就任的礼拜，所以我要请等一下吟诗吟第1节到第2节的中间，特别是吟第2节的尾后，我要请张碧君、陈建州两位来到台前。等一下，我要请咱大家做伙坐地吟就好。第1节到第2节，圣诗第444首。主你调明何等清澈，主你调变何等清澈，等观主心听你，叫你别为来我来兮，明别你最万物主宰，大地起鼓我心。为的我的失败，世事我袂记得调明，当大艰苦高洁，世上阿爹扰乱心灵，听是无人改变前景。温柔也生袂通，修补抗拒心灵。这粒小花奉爸囝圣神的名组织，要奉立张碧君，要设立陈建州做教会长老。伫旧约时代，有长老、祭司甲利未人做伙同工来管理圣殿甲会堂。伫新约时代，也设立智慧长老甲服侍上帝话的牧师，三甲管顾伊的教会。长老的职务是要甲牧师治理教会。访问身躯欠安的、鼓励领心的、教育少年的、引带求道的，造就信徒的信仰，做信徒的模样。当然，若是有交代，就通代表当会
府中会总会都无教会整体教会的发展。因为安尼，即时我要来问受封立，即时等一下要受封立的长老张碧君头一个问题，我要请你大声伫众人面前，甲上帝面前来誓约。你当要领受长老的责任，你有确信这是上帝的调命也无？接落来，我要请张碧君、陈建州恁两人来回答接落来我的问题，请恁用大声、核实、诚心，伫上帝甲众人面前来应答。恁有确信新约甲旧约的圣经是上帝的话，做恁信仰甲责任唯一的根据也无？你有接纳许多圣经以及台湾基督教会信仰个别也无？你有欢喜做桃园东会的长老，是爱忠诚尽职服侍教会，尊奉基督做教会头，协助牧师伫你教会内归荣光上帝。你有诚实遵这个意思也无？长老教会是起造伫上帝的话，你肯降服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宪法甲规则也无？这是我要请会长来起立。这个时阵嘛是要唤起咱的会长重新立志的时阵。恁已经张碧君、陈建州来做恁的长老，恁有诚实欢喜接纳因也无？因照法度伫你教会，恁着欢喜承认来顺探，恁约要安尼行也无？恁着敬听因、体贴因、替因祈祷。因为着恁的信仰生活着活，爱恁得着救，恁着帮赞因，互因通搁较会尽长老的本分。恁约要安尼行也无？关系保持教会的特殊，若有失错，应该通知小会来说法，毋通四界报扬。来妨害大局，恁约要安尼行也无？请坐，请咱坐。
时我要请在座现任甲过去伫咱中间我诚做长老的遮个小会员，我诚做2教会小会员的，请来甲咱的长老来接纳。所以我即时我要先请现任的小会员，煞来请遮个过去的小会员上个身头，手遮来就好，手遮来。来，所以我要请三日咱教会长老，咱若三日，咱会当起来做伙接纳，做伙来欢喜，来请。来，后边，再来继续上，再来继续上后边，再来继续上，来，后边。这有这个移民书啦吼，我想就是这个记住了这张要换一下，这张要换。好，来，咱来做一个以上吼，接纳做一个留意。好，回家，好。即时我要邀请咱来吟第3节。咧吟的时阵，我要邀请这书陈柏言、陈美智、刘泰山、以立芳、黄约瑟、赵美珠。咧吟的时阵，第一档来台前，咱坐咧吟就好。第3节，愿心坚好成道，所行阻碍好因用做。为何心地愿地下是将袂空空辜负主名，愿无个是错。也堪主恩现老。我要请大拄仔我所念到即几位来到台前。来，先看，先面对我，不好意思，先面对我哈。泰山今仔日无来哈，所以泰山今仔无来，所以咱日后有机会，请伊来补就任，哈。这粒小花奉爸囝圣神的名自执。要设立恁做教会之事。起初教会有设立7人办理教会事务，现代咱即时的教会也经人来协助教会事务，互牧师甲长老专心侍奉上帝话，
甲教会治理、教会会搁较大的代志。因为安尼，即时我要请恁来回答我等一下要问恁的问题，请恁用应答的方式，伫众人甲上帝面前来应答。当恁被领受即事的责任，恁确信这是上帝的调命也无？恁愿意做堂教会即事，就爱忠诚尽职，协助牧师甲长老归荣光上帝，利益伊的教会。恁要安尼行也无？教会头是耶稣基督，伫教会中独独伊做主。既然关系教会的事务，就倚靠伊来设法。恁要安尼行也无？恁肯降服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宪法甲规则也无？即时我嘛要请会长来起立，所以咱做伙来使用。恁已经经陈柏言、陈美智、以立方、黄约瑟、赵美珠来做恁的职事。恁有诚实欢喜接纳因也无？因替恁办理教会事，就敬重因、疼惜因、替因祈祷。恁要安尼行也无？关系保持教会特殊，若有失错，应该通知小会说法，毋通四界报扬，妨害教会大局。恁要安尼行也无？咱做伙来祈祷。主，阮知你竞选阮诚做你的奴仆，阮担有份伫你的圣会内底担任圣职。主，阮知这只有倚靠你的恩典，阮才做会到。求上帝特别扶持因带，甲博言、美智、立方、约瑟、美珠做伙伫地。主，因拢是你的囝儿，求上帝特别扶持，甲因做伙伫地，帮助因，互因服侍，哪伫服侍内底，哪得到快乐，哪伫教会甲家庭的生活内底，哪得到上帝所赏赐的甜蜜甲祝福。求上帝帮助，互因的家庭，互因的身体、心神、意念、灵魂，拢通得到上帝完全的祝福。主，你献上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请会上坐，宣告。当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堂东会小会官兵，设立恁做堂东会的职事，煞通知正会有知。这个职分是照规矩交付恁的。当恁受设立做职事，协助牧师甲长老，要存清气的良心办理教会事务，互上帝的名得到荣光。愿上帝恩典甲咱做伙伫地。即时我要请现任甲等一下这个现任的小会员来接纳，所以请咱转个身哈，谢谢。
第4节，咱等下搁要吟第4节。咧吟的时阵，我要请双联团契李庆忠、夫妇团契黄文静、妇女团契潘桂娥、社青团契会长邓亚忠、得胜者团契苏怡玲、献歌队柯明伟、敬拜团张荣。请在吟第4节的时阵，请来到台前，来做伙来吟第4节，做伙来，预备。主你交代元首的罪，无论单独罪悔，烈焰钢天破后，一笑弯弯。无听也嘛，有梦是给最关的话，救赎功德完全。张荣有伫咱现场无？好，不要紧哈。来，宜林亚中吼，安尼敬拜团张荣，咱可能有时间，咱哈邀请伊来补就任，伫咱刷落来，有机会下礼拜中，伫1月份的礼拜中，咱会邀请伊过来补就任。即时要伫咱的教会内底，咱即时透过今仔日，咱要求上帝特别赏赐，因为教会伫每一个团契内底，拢设立首长。咱透过为各团契的首长来祈祷，毋望真正会当，因为各团契就亲像咱教会肢体共款。所以，帮赞夫妻祝福带领福音所做事工、所养饲、所领导的对象，拢有上帝特别的祝福。只是我要请恁来回答我等者所问的问题，请恁用大声的应答，就是点头，伫上帝甲众人面前来回应恁的回应。恁要接受双联团契会长、夫妇团契会长、妇女团契会长、社青团契会长、得胜者团契会长、圣歌队队长的责任，恁有确信这是上帝的调命也无？恁要领受这个职，就倚靠教会头耶稣基督，独独遵伊做主，尽你的责任。恁要安尼行也无？这是咱做伙来祈祷。主，我相信你设立教会各机构、各团契，有上帝你美好的旨意。过去你透过教会来设立这个团契，是为着阮爱知影，伫你的教会内底有逐款无共款的肢体。透过这个肢体，我要显明上帝你的义甲你的听。求上帝甲阮做伙伫地，保守扶持，特别，互现在徛伫你面前，各首长、各团契的首长，因在答应担任这职责，是有上帝你所赏赐领导的权伫因身躯顶头。主，总是阮却知影，你所互阮领导的权，是爱阮来做奴仆，来服侍。用听来弥平阮所伫地所在，求上帝甲阮做伙伫地，特别甲徛伫这头前面前的正团契小长伫地，固守因的性命、生活、家庭、灵魂，有上帝你特别的开力，永壮因。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唐东会小会官兵，设立恁做本会
常年团契的会长、夫妇团契的会长、妇女团契会长、社青团契会长、得胜者团契会长、圣歌队的会长，着谨慎恁本身所做，常常关心这个事，尽力伫主的工归荣光上帝，愿上帝恩典甲咱做伙伫地。这时我嘛要邀请因转个身，咱拍扑啊来欢迎因伫咱中间。请起立来吟奉献的诗。报告大声，咱三个来读金句，我读一遍，兄弟来读一遍。无举家己的十字架内底我的，袂当做我的门徒。路加福音14章27节，请。十字架内底我的，袂当做我的门徒。路加福音14章27节，无举家己的十字架内底我的。
袂当做我的门徒。路加福音14章27节。即是来报告周报第一页有关下周的复赛、周间的聚会、主日学的教育的课程、小组的聚会，请咱兄弟大家咧家己来看。奉献的名声，然后出入的，请相关的中级来更正。消息报告，今日举行，咱头拄已经举行2023年中级甲团契首长的就任，相关的名单头拄咱已经有看过。过来，咱要请牧师来主持颁奖即个单组织长老加五传人长老即个奖牌吼。是伫即两天内底，咱的教会组织长老随常已经伫咱的教会，我有来问过吼，伊可能当选的时阵，选着长老是差不多要30岁左右，所以伫咱的教会服侍至少超过30天以上啊。所以伫咱的教会内底来诚做长老，诚做小会的长老，随常旧年。即个摕落来诶，传营长老，因为旧年拄疫情的关系，所以咱嘛无特别有一个旨意，所以阮小会就决定讲，伫今年组织长老摕落来，详细线落来，伊应该就摕落来吼。所以咱就有一个小小的旨意。我相信即个奖牌其实无算啥。因为上帝的记得，上帝必然记得恁伫咱的教会内底所做工，总是毋知影要做啥物款的状况来得谢，所以只好用一个小小的意思来代表小会以及教会对恁伫咱的教会内底所做过去所做的代志。来做一个旨意甲得谢，所以我只是要请组织长老甲传营长老做伙来吼。因两个拢讲吼，因两个兄弟啊，吼，迄阵仔伫小会内底，毋是组织长老做书记，就是传营长老做书记啊吼。所以这是我想做伙来得谢因吼，我想这是上好的一个过程吼。所以来来，主的长老吼，主的长老来。咱拍鼓啊，多谢组织长老。来，先来，多谢。这时我嘛要请小会员甲咱过去的小会员啦，愿意请咱拢来吼，来头前，免握手接纳啦吼，这毋是握手接纳，这是甲因做伙。当翕相安尼尔吼，做一个纪念。多谢因嘛持续为组织长老甲传营长老来祈祷，求上帝赏赐，互因身体臃肿，上时讲到搁较有气力，有上帝特别甲因做伙伫咧，咱搁一摆拍鼓来多谢因。来，有要讲一个话吼。亲爱兄弟，大家平安。实在阮袂堪袂所以教会大家安尼好意做这个奖牌啦。总是我。大圣是要感谢上帝奇妙的带领，因为我较早拢伫台北，上帝甲引带来到即个所在，而且甲大家会当做伙每礼拜伫遮敬拜服侍主，这上帝恩典啦，伫遮聚会50年啊啦，真爱即个教会，因为年岁关系我当70岁啊来换这少年人来拍拼，所以阮就爱休困者。总是呢，我真注重即个宗教教育啦，所以若礼拜会使去时有即个成人的主日学查经班啦，
那下晡时呢，有这个正式的课程啊，吼，早秋的课程啦，希望大家拢会当来参加。啊，为我来祈祷啦，吼，因为虽然我的身体有软弱，总是呢，我祈祷，我搁较有气力，年岁偌济，我的气力就偌济，吼，会当来继续来这个宗教教育，来传讲上帝话啦，吼，啊，真感谢大家啦，吼，啊，总是呢，我袂离开这个教会啦，吼。有缘伫遮啦，甲大家做伙拍拼来兴旺教会，吼，来讲传福音啦，吼，啊，伫上帝国有份啦，吼，真多谢大家，而且谢谢，多谢，谢谢。啊，大家兄弟，大家平安吼。啊，我是民国68年吼，啊受竞选吼，啊，正做上帝囝儿，啊嘛咱正做汤教会的会员吼，一份子啦吼。啊，我大声千足感谢吼，咱是上帝的囝儿吼，啊嘛是汤教会的一份子。啊，所以伫我的心肝内底吼，伫信心内底。咱就是桃园教会，永远就是我的家啦吼，啊，就是阿嘛是上帝家，啊，既然委身伫遐，除非家己有一天啊搬所在，吼，啊是讲有一天叫上帝调动，啊都无伫桃园教会，但是伫天国的教会，吼，啊大家拢做伙伫即个大家，啊所以也吼委身就是一世个人的代志啦，吼，都拢伫桃园教会安尼，啊多谢各位即几冬来。民国68年，我甲算到43年啦，吼，啊，祖籍是50年啦，吼，吼，拢伫桃园教会，吼，啊，伫遮大家三角同工，三角疼痛，吼，啊，有毋对，啊，难免嘛有毋对，吼，啊，大家互相包容，互相疼痛，多谢各位兄弟，吼，谢谢。咱搁一遍拿泡泡啊，多谢，好，多谢多谢 ，OK， 多谢多谢。第二个拍扑克是要请咱来感谢刷落来过去即4冬伫咱教会着活的遮个长老执事，因要休困一冬，吼，照咱教会规矩，因要休困一冬吼。我念着名，长老是陈祖德，祖德长老大概就是过来拢休困吼。虽然是这个黄浩杰执事，张伯君。赖建成、简秀柱、傅其芳、柯明伟、加陈怡亨，因伫咱教会过去4冬做咱的长老甲执事，咱多谢因的辛苦，所以请咱泡泡啊来多谢因。那伫现场请徛起来好无？请徛起来，互大家熟悉，知影吼？多谢，谢谢，多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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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份1月的中集吼，长老是于志平长老，执事台语场赖建义长老、赖建义执事，华语场是黄腾义执事。今仔日12点半要召开中集会，会后要煞开小会，请中集家小会员出席。教会消息，本各单位请备办和会的手册，2022年的报告。甲2023年的计划甲组织，伫1月29日杂志来交件，请大家各单位会当准时提出。2023年1月到3月新安宫迈向新可能，已经到伫办公室，请兄弟来领取。关怀礼金，请各区的区长甲即个财务干事来领取进行关怀甲探访。具体消息，本会李娟秋姊妹已经伫看机车的时无小心迄个跌着12月30日伫圣保罗病院进行髋骨手术，请大家关心大道。其他消息，合作社伫1月15日第2場禮拜後要召開，請社員出席有備有紀念品請大家來注意這個信息。以上報告。三甲的金上映的詩635首，上映635首，原著之意，得正伫地。
饮食线，请牧师来祝祷。请起立吟全首。愿主旨意伫这地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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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主旨意伫这地底。当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永远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咱大家做伙伫地，对这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阿门，阿门。请坐，定乐灭祷。平安日，请兄弟互相请安。耶稣听你，愿你平安。不甘愿，对不对？没办法，谢谢，喂。